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4月5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美国的绝情令。什么叫美国绝情令？就是美国特朗普在4月2号宣布全球对等关税风暴。同一天，美国媒体爆出美国政府对印度寄出另一个争议性的新规，禁止美国驻印人员与印度公民谈恋爱或发生性关系，所以媒体把这个称之为叫绝情令。当然了，印度不一定是印度，大家当个故事听就好了。这个新加坡联合早报刊登一篇文章，标题叫美国下达绝情令，印美社交也要脱钩，打个问号啊。说美国政府据报已禁止其驻印外交人员与印度公民谈恋爱或发生性关系。据美联社引述不具名消息人士称，这项政策在美国驻印前大使伯恩斯今年1月离开印度不久前实施。新规适用于美国驻新德里大使馆和驻孟买、德里等领事馆。唯一例外的是，美国驻印人员如果在政策宣布前已经和印度公民有亲密关系，则可申请豁免。如果申请被拒，当事人就得终止这段关系或离职，任何违反规定者将被下令回国。若消息属实，这将是美国自冷战以来首次实施此类绝情令。上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政府曾禁止驻苏联和印度的人员与当地人交朋友、约会或发生性关系，但这些限制在苏联解体后放开。说据知，这项绝情令其实是去年夏天已推出的禁令的升级版，当时规定仅禁止美国驻印人员与使馆和领事馆的印度籍警卫和服务人员发生亲密关系。换言之说新规将禁爱对象从使馆职员扩大到普通民众。如今，普通民众和外交人员的私人关系也可能被视为情报漏洞。相比之下，美国驻其他国家外交人员与当地人恋爱和结婚并不罕见。也就是说，美国对印度搞的特殊政策。那么这样的做法是否有理有据呢？美联社引述美国外交官和情报专家指出印度至今仍积极使用所谓的美人计策略获取美国机密。据称，美国外交官派驻印度前接受培训时会被告知，印度的情报机构曾派出美女诱惑美国外交官，而印度当局也可能指派数十名国安人员监视某名外交官。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分析师、华盛顿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主席马蒂斯指出至少有2起印度特工勾引美国外交官的案件曾被公开，但近年来没听说过这样的案件。马蒂斯把矛头指向印度，指印度国安部门不仅通过间谍活动收集情报，还可能威胁普通民众以索取信息。他指出，美国政府的绝情令之所以推出，是因为印度当局正更加积极地渗透美国使馆和政府的信息安全线。印度外交部发言人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事回应时仅说，我想这个问题你问美方可能更合适。这就是美国向印度发出的绝情令，美国的外交人员不能跟印度的民众谈恋爱发生关系，防止情报漏洞，防止被人利用。这个确实让人无语，可以明显的感受到美国和印度的关系越来越微妙，越来越僵化那么印度网民怎么评论呢？说美国要当跨国恋终结者。在美印陷入对抗局面的当下，这样的表态或许不至于让人震惊，但还是让人感觉到美国维护国家安全的手段已从国防、科技、经济等领域进一步向民间领域扩展。印度舆论对美国的做法显然不买账，有自媒体形容说，美国对印的恐惧已经陷入神经质的状态，体现了其对印战略的泛安全化，尤其是限制驻印人员的社交自由。这将使美国更难理解印度社会的复杂性，也进一步扩大两国之间的鸿沟。有印度网民在社交媒体感叹，美国禁止驻印人员与印度人谈恋爱会加速美印社会脱钩。这个事情本来还应该看一下刁盘老师他是怎么评论的，但是我看刁盘老师好像对这个
不感兴趣，不予置评。说一些网民则感到啼笑皆非，认为美印脱钩不仅体现在特朗普挥舞关税大棒，如今也已经演变到棒打鸳鸯的阶段。美国如今扮演起跨国恋终结者的角色，有人调侃道这是007看多了的后遗症吧，连恋爱都要管，自由女神像该蒙羞了。这一点美国确实有点过于紧张。这个绝情令说来说去就是宁可错杀3000，不可放过的一个翻版，也不能排除说有间谍行为，有美人计，但是这大部分恐怕都是普通的谈恋爱。跨国恋的终结者说法是夸张了点，毕竟绝情令限制的仅是美国驻印政府人员，但人们不禁要联想，美印之间的脱钩接下来是否要延伸至更深层次的社会文化领域，影响两国人民的交往，这是肯定的。事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严重起来，恶化。他说其实在美印关系反复波动的这些年来，两国之间的民间联系仍保持着一定的韧性。最近美国油管上一个网红叫贾抗哥，他最近好像正好在中国到处做节目，到处采访访谈，到了北京、上海、重庆等中国大城市，以无滤镜的直播风格记录自己与当地民众互动。我想很多人都看到了，我偶尔看了一点，比如说他在万里长城上玩那个后空翻，在各大景点内激动的高呼，还有在广场上跟大妈一起跳广场舞，然后到处品尝中国的美食，专挑战那些外国人不敢吃的。你比如说那个外国人最难接受的就是中国的那个松花蛋，就是皮蛋呢，简直是就是炸弹。这个贾抗哥不惜一试，贾抗哥的到访引起中国官方和官媒一阵小狂欢。对，这个是有一定的套路的外国人到中国来，你只要高喊什么，对吧？高呼什么什么，就是赢麻了。你只要说好，那就有流量。说例如《环球时报》盛赞贾抗哥向海外观众展示了中国的繁荣和中国人的热情好客，打破西方滤镜是中美民间仍愿意相互了解并释放善意的体现。这个去年的抖音难民 TikTok 难民突然发现小红书这个宝藏之地，后来美国的网民上了小红书，轰轰烈烈的中美网民大对战，让美国人发现了一片新大陆。但是好景不长，这个对战就虎头蛇尾，不了了之，要么就是对不下去了，再对就露出马脚，要么就是平台封杀，实在受不了了。似乎现在好像这个中美网民对战轰轰烈烈的，这洋务运动，美国人的觉醒就无疾而终了，不了了之。我记得那一阵子莫名其妙，一打开抖音，他给你推送的都是外国人，现在没有了。所以这阵风来得快去得也快，来无影去无踪。不知道贾抗哥这样的人在中国掀起的这个风暴，是不是像中美网民兑现，像洋务运动一样成为一个快闪，实际上对让更多的美国人到大国来走一走看一看，这当然包括这些网红、媒体、这些名人，实际上这个非常有积极的意义。贾抗哥的粉丝非常多，在油管上面是顶流，他的节目在油管上一播放，至少他的粉丝会感受到大国的这种人文、这种民风，也增进美国的民间对大国的了解。确实西方的媒体他们宣传之下的大国还是有那么一点滤镜，带有固有的一些成见。申公豹说的，人心中的成见是座大山想撼动它很难。那更多的贾抗哥这样的人，还有其他的 UP 主，这些自媒体在中国走一走看一看，记录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非常有意义。那美国普通人那更有必要到中国来身临其境，感受一下繁华的地方要去，一线城市要去，2、3线城市也要去，甚至乡村也可以走一走看一看。我觉得这个都是好事，这个比你在海外设立各种机构，什么孔子学院，各种机构花钱去宣传，那要好得多。你花钱宣传打广告，不如邀请人来自己来看看。这个文章的开头说了美国和印度之间这种叫绝情令，虽然是限定的是美国政府工作人员，但这个也凸显出美国政府当下对印度的这个态度，似乎不像以前那样蜜月期那么友好，现在是互相提防，严防死守。现在世界导向确实有问题，从经济放首位，大家都发展经济，现在变成什么？经济发展让位于国家安全，每个国家都在提国家安全，把国家安全放在第一位，经济发展放在后面，大家就会看到各种互相提防。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绝情令应运而生，
这个就显得很合情合理，是个必然。也就是这个世界为什么发展到现在，不是大家彼此之间互相信赖、互相支持，而是变成互相提防。这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是印度的战狼出了问题，是印度东升西降出了问题，还是说美帝真的是在走下坡路，不再自信？有人把特朗普最近所做的事情跟中国这清末做了个对比，发现还居然惊人的吻合。你比如说，美国现在是苦于芬太尼亚的毒品，有人把它对照成清末鸦片战争，鸦片战争也是因毒品引起。特朗普现在号召，他主张制造业回归美国，那和咱们清末很多有识之士清末的学者专家，他们高呼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用外国人的长处，我们学他长处来制衡外国人。这个特朗普叫制造业回归美国，这个如出一辙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个大概其就是美版的义和团运动。马斯克搞的那个政府效率部，大概其就是美版的巫术变法。那特朗普的加税政策那就是老佛爷万国宣战同时向14个国家宣战。那时候国家不多，那时候很多地方都不是国家，都是殖民地。真正的是国家好像一共是30多个，他向14个宣战。这么一看还挺有道理。那有人就推算，按照这个逻辑发展下去，那美国就会出现美版的东南互保，就是加州、纽约看税，他们也会出个政策叫此乱命拒不奉诏。我看到新闻，好像是加州那个州长已经出来喊话了，希望这些准备对等反击的这些国家，你们不要反击加州，加州是无辜的，是吧？有点东南互保的意思了，不听你特朗普的。那什么时候美国会国内美国版的辛亥革命就不好说了。所以特朗普乱拳，特朗普上台2个多月的时间，一顿乱拳打死老师傅。美国媒体说，特朗普不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而是特朗普让中国变得伟大。这是美国媒体说的。阿根廷媒体，这是阿根廷的主流媒体，叫《号角报》，昨天看了一篇文章，他说特朗普关税战为中国引领全球铺平道路。这个是阿根廷的媒体我们看看他怎么说。他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宣布对进口商品征收大规模关税，试图重塑全球贸易结构，重振美国制造业。这一举措重现100年前斯莫特获利关税法的保护主义幽灵，不会如特朗普所愿让美国重回黄金时代，反而是全球推向对抗美国的阵营。这为中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文章分析称，特朗普的政策无意中为中国铺平了道路，中国将成为捍卫自由市场的可预测力量。文章举例称，在缅甸地震灾难中，中国迅速行动，提供医疗、食品和帐篷等援助，带头捐款8400万美元，展现了人道主义担当。而美国因特朗普削减对外援助机构的影响，只是象征性的提供了200万美元的援助，确实小气，凸显美国全球软实力的退缩。这种对比不仅发生在人道领域，还延伸到地缘政治。美国传统盟友日本和韩国希望与中国达成联合应对贸易制裁协议，标志着美国在亚太的遏制战略正在瓦解。文章指出，全球股市在本周四暴跌，反映出对美国保护主义的普遍不安，也揭示了新兴联盟的形成。在贸易战、乌克兰冲突以及技术革命的交织下，中国2018年100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预言正在成为现实。专家叫朱迪·布兰切特在《外交事务》杂志中评论说，中国领导人的远见如今已被验证。在美国出现政策失误的同时，北京正在全球舞台占据更核心的位置。文章指出，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不会如其预期带来繁荣。文章援引《金融时报》的数据，预计25%的关税壁垒将使美国汽车产业损失1100亿美元，而苹果、阿迪达斯等依赖全球化供应链的企业也难以回流美国生产。苹果这几天跌美了，已经，还因为它都到了100美元以下了。特斯拉眼看着又要创新低，短短的2天，美国已经损失了股市好像是4万亿美元了。文章认为，全球化虽受冲击，但远未消亡。加拿大和墨西哥通过谈判暂时避免了全面关税，凸显特朗普政策的局限性。与此同时，中国在外交上展现出更为成熟的姿态，不仅与日韩合作，还与沙特、卡塔尔等国一起限制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文章最后强调，他说，中国应该抓住这一特殊时刻，
在特朗普撕裂跨大西洋关系中进一步扩大影响力。同日，中国驻阿根廷大使王卫在当地主流媒体《民族报》发表题为“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的署名文章，为中国立场和愿景提供了清晰回应。他指出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中国2024年仍实现了5%的经济增长，贡献了全球30%的经济增量，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王卫强调，中国始终秉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惠普包容的全球化经济。他提到，中国领导人近期与苹果、三星、特斯拉等40多位全球企业代表会面，重申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不变，开放之门将越开越大。数据显示，外企在华设立了124万家公司，总投资近3万亿美元。近90%的外企对中国的营商环境表示满意。2025年初，宝马与华为合作，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投产真势力，证明了中国市场的吸引力和创新活力。对于阿根廷，王卫大使表示深化合作的期待。他认为中阿经济结构性互补强，在人工智能、5G 等领域合作潜力巨大。面对全球脱钩断链逆流，他呼吁双方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系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构建开放多元的经济秩序，实现共同振兴的发展。从这个阿根廷的号角报一直到王卫大使展望，从这个不难看出特朗普的关税战虽然想象着重塑美国霸权，却意外为中国提供了历史性机遇。这个阿根廷目前也受到美国的制裁，也是加了关税，不叫制裁。美国特朗普他在向阿根廷施压，要求阿根廷废除与中国的货币互换协议。特朗普的一名高级顾问表示华盛顿对阿根廷与这个货币基金组织正在进行的谈判支持取决于阿根廷总统米莱与中国保持距离，具体来说是终止与北京的货币互换协议。这就是我说的阿根廷面临两难，这就是美国这一点做的比较不地道的地方，也就是他会逼这些国家去站队，也就是他要求阿根廷你必须在中国和美国之间选一个。那阿根廷怎么办呢？阿根廷非常难办，因为你看阿根廷的牛肉你想卖到美国不太容易，美国人有牛肉，但是中国又需要大量的牛肉，也就是对阿根廷来说，比如说农产品，那中国就是个巨大的市场。还有阿根廷锂矿，有很多矿，只要是矿，那都是最大的市场都在中国，中国人愿意花钱，愿意买它的矿，关键市场稳定，量还大。如果按照特朗普的说法，阿根廷好像有个200亿美元的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个贷款，为了那200亿，他跟中国疏远，跟中国保持距离，那他就得好好算一算，哪头重哪头轻。这个米莱上台之前和上台之初，他对中国态度都不是太友好，因为他是个自由派，他天然的亲近特朗普还有马斯克。但是随着他上台搞了这1年，他现在越来越务实，他自己对记者说，记者都说了，你以前不是要跟大国保持距离吗？你现在怎么还要准备去大国访问？那米莱自己都说了，我是在进步，也就是他把这个认为他是在进步。他以前不当总统他搞不清楚，当了总统之后才发现叫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你想把经济搞上去，那你就得跟这些大的市场、大的资金，对吧？要去合作。所以阿根廷一头是美国，一头是中国，他就难办了。难办的不光是阿根廷，以后很多国家都会面临这个问题。美国要求你2选1。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